靈修2025年5月28日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羅馬書12章1節。在耶穌的教導中，一位年輕的財主前來詢問要如何承受永生。雖然他從小遵守了許多誡命，但當主邀請他變賣一切來跟從他時，他卻憂憂愁愁地走了，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。馬太福音19章21至22節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，真正的財富不在於金錢或地位，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全心全意地跟隨基督。正如有人所說，主並不僅要我們的時間或才幹，而是要我們整個人，我們的心、靈與生命。這種全擲下去的奉獻，意味着我們必須放下驕傲、私欲，甚至我們自己的計劃，單單信靠他。保羅勸勉我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悅的。羅馬書12章1節。主也應許，當我們願意交出舊我，他會賜給我們一個新心，把新靈放在我們裡面。以西結書36章26節。那時，神的愛就會在我們心中掌權，使我們不只領受永生，也能活出真正的平安與喜樂。今天，讓我們選擇將整個生命獻給主，作為我們對他大愛的回應。這就是我們所能擁有的最大的財產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耶穌基督，教導我們如何得着永生。你知道我們的軟弱與掙扎，我們常常像那位年輕的財主一樣，心中有許多掛慮和執着，難以完全交託給你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們學習放下自己手中的一切，不論是財富、驕傲或是心中的計劃，願我們能毫無保留地跟隨你，將生命完全獻上。求你賜給我們一顆謙卑的心，使我們能接受你賜予的身心和身靈，經歷從內而外的改變。願你的愛充滿我們，使我們不僅能得着永生，更能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和平與喜樂，成為你愛的見證人。求你引導我們走在你的道路上，讓我們常常記得，唯有全心委身於你，才能得着那真正的財富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